我就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我那些兄弟们和那些香港的朋友们点过你的服务之后就很迷恋你。现在因为那些厂子里面都基本上找不到你是吧？找不到你，他们就经常在问我那个小叶，什么时候上班啊？在哪里上班？现在都没看到他人了，我怎么找到他？然后他们对你的这种，肯定是因为你的服务比别人要到位一些，所以他们才愿意去每次来都想要点你，或者是每次来都提起你啊。你可以講一下這個，跟我分享一下這個理由吧。咁啊嘛，其實咧都冇咩嘅。第一咧，我會令到個客咧會放鬆啲咯，放鬆自然啲。同埋咧，我同人哋做嘅服務咧，可能會同其他啲女咧會有少少區別咯。因為咧，我同啲客做服務嗰陣時咧，如果我遇到個客咧，即係比較容易走火嘅咧，我會盡量去控制，即係服務咧盡量會慢啲、投入啲，咁樣嘅話咧，個客咧都會舒服啲，同埋咧會等個客會持久少少咯。如果真係個客控制唔住，即係佢走火嘅比較快嘅話咧，如果時間又比較充足嘅話咧，我送多佢一次都冇咩所謂嘅，同佢做多一次服務都冇咩所謂嘅。第二咧就有啲客咧就比較持久嘅，即係比較難出水嘅。經常咧，我想好多有啲客咧，佢會同我講，佢話佢比較難出水。其實咧都冇咩緊要嘅，因為我咧都會慢慢地同佢哋去做服務，慢慢地去乜嘢，我盡量唔會去催中，即係唔會去催佢哋話，哎呀時間就嚟到啦，你做咩做乜嘢，我都唔會咁樣去催嘅，我盡量都會慢慢地去做，同埋咧我會去做深喉咧，我都會慢慢地去同佢哋用個喉嚨去夾。跟住咧到咗一定嘅程度之後啦，咁佢哋嘅感覺起身啦咁你都要配合得好，兩個人配合得好啦，咁佢就自然就會有嗰種感覺一到位啦，咁自然就可以出水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我就一直沒有了解過這個情況，難怪他們就說我就要他，我就喜歡他這個服務，原來是這樣。那下次如果他們向我要找你的話，我到時候聯繫你，好吧？好啊，你隨時可以聯繫我㗎。